港舉行嘅電動方程式賽車錦標賽2日嘅賽事結束，衛冕總冠軍嘅布耶美贏得首站嘅冠軍。由陳君傑、陳耀忠報導。嚟到真正感受速度嘅重頭戲。之前試車有阻滯，排位賽避得過意外，中國車手馬清華頭一個圈就有碰撞，最終未能完成。我是想在2號彎去超過他，因為我出彎比他快一點點。突然之間他在剎車的時候就走到外線去，其實當他走開的時候，我就看見一輛車停在我面前，就真的沒有地方可以去了，所以就只能撞上去，所以有點可惜吧。電動方程式嘅最大特色咧，就係有別於我哋睇開嘅入油加油，而係咧要換車繼續作賽㗎。對上2屆澳門3級方程式冠軍羅辛基斯快啲！排頭位起步嘅巴西車手小畢奇，即係 F1 3屆前冠軍畢奇個仔啊！換車時間唔慢㗎，但係之前有少少碰撞影響時間，最終第11名。每個圈1.86公里，衛冕總冠軍嘅布耶美力壓巴西嘅迪加斯，最快完成45個圈成為冠軍。前 F1 車手夏菲特第3，車隊喺維修站為佢興奮啊！因為有份企上去以維港做背景嘅頒獎台，布耶美話喺呢度有好開始。It was a great first race, a great start to the season to be here. The track, was good. I liked it. Maybe a little bit short. If we could make it a bit longer in the future, that would be good. 香港站結束啦，第2站將會喺11月轉到摩洛哥舉行。睇唔到賽道，只可以透過大屏幕睇住賽事直播。喺天馬公園嘅嘉年華會一樣人山人海。咁大家一齊睇嘛，始終係第一次搞咯。咁呢個地方都唔係好大咁樣，咁你見呢度都差唔多滿晒。主看台都比第一日賽事熱鬧得多。佢就覺得看台設計同視野都未夠好，有進步空間嘅。例如咧？例如嗰啲座位啊、編排啊、嗰啲樹啊、嗰啲熒光幕可以 set 得靚啲咯。佢哋睇晒2日賽事，話賽會可以再做好啲。價錢上我覺得可以大眾化啲咯，係啊，咁因為你始終都係主力喺香港搞，同埋香港第一次啊嘛，咁我覺得係應該多啲人可以入到嚟就會好啲咯。場外冇買飛嘅呢一日亦都繼續逼，國金2期商場嘅鋪頭繼續成為免費觀眾席。拉起大型廣告嘅行人天橋，大家都行慢咗好多。呢個髮夾彎，就算睇唔睇到都唔緊要，最緊要係影到。電動方程式行政總裁方仁傑形容，第1屆喺香港舉行嘅賽事辦得好成功。佢同旅發局主席林建岳都話，會檢討日後賽事係咪可以增加看台座位同大型屏幕。喺電動方程式賽事期間，3名男子涉嫌操縱遙控飛機喺場地上空飛行，被警方拘捕。警方表示，下晝大約4點半鐘，發現3架無人駕駛嘅飛機喺賽車活動場地上空飛行，嚴重危害公眾安全。之後喺龍和道拘捕3名男子，佢哋獲准保釋候查，下個月向警方報到。喺新聞結束之前，同大家去法國波爾多參觀一下紅酒博物館啦。稍後請記得收睇本台10點鐘嘅國語新聞，為大家帶嚟總統候選人辯論嘅報導啊！我哋下個星期日再見。
C'est l'odeur de quoi? Du cuir? C'est le cuir. Le cuir. Et la réglisse, tu as essayé? Ben, j'y arrive pas bien à ça. Hasta el siglo XVIII, los vinos eran un botellado por el importador.